後來鄉親啊，高雄車頭有一張恐龍快閃的活動，講有一隻暴龍，台語講霸王龍來現身，甲民眾近距離來互動。原來這是高雄市政府佇個兒童節準備的驚喜。講說落來，佇個衛武營甲丁清湖嘛，攏會當看到恐龍。霸王龍踏電動腳步，慢慢為民眾挖過，鮮明了解表情、動作和聲音，就親像來到侏羅紀公園。大嘴開開，對囡仔吼甲真大聲，甚至佫挑工甲塗骹的拍影引導，佫說尾溜說一連，互民眾看甲嘰嘰叫。有民眾趣味講是啥人島的寶貝動物無看好勢，弄什麼時代啊，竟然佫有恐龍。另外，佇個衛武營嘛有機器恐龍，甚至佇個丁清湖嘛有9公尺懸的泥鰍烏水怪。原來這攏是高雄市府佇個清明兒童節連假準備要互囡仔歡喜的。4月3到6佇個衛武營會有24隻恐龍重現史前世界。這樣的規劃還不錯，這樣可以讓促進觀光，又可以去很多地方。恐龍話題，互觀光區對咧鬧熱滾滾。高雄阿灣這一間飯店推出恐龍主題房，房間壁紙嘛打恐龍世界，也別連假成立着靜家夜。飯店的這個整體的住房率呢，也已經超過了80%多，那也代表這個恐龍經濟呢，的確對於這個高雄整個觀光產業來講呢，帶來很大的幫助。另外一間飯店，甲劍龍造型的電路放佇個設底雞卵糕頂，真卡哇伊。恐龍來到高雄行咖啡，唔管食大全面串聯，歡迎民眾來家到老熱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